다 군쉐기 다 송주님은 타마 차디어래. 가상 那 타마 今天是课程的最后一天。那本来预计课程是6天，那么但是因为上一堂课呢延迟，所以这一次就变成了5天的课程。所以这次只有5天，所以可能秋天如果有时间的话，会继续这个唯识30颂的课程再开课。所以首先一样要向所有参与这一次这个噶举东进这个课程的以波卡仁波切、堪布东仁波切为主的堪布喇嘛还有所有的僧众问候各位，还有透过这个网络参与课程的所有的法友们，首先问候各位，大家好，身体健康，大家好。那么今天呢，会正式进入到成唯识论述记的序言，也就是窥基大师他所写的这个成唯识论述记的有一篇序言。那么在这里我会把这个序言呢放在这个 Keynote 上。那么我比较粗略的翻译了这个藏文。那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原文和一部分这个使用的中文注释我就不念了，就放在 Keynote 上，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首先呢，在进入序言之前，我们要了解一下的是，就是玄奘大师所写的《成唯识论》，还有窥基大师所写的《成唯识论述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那么这个首先成唯识论呢，它是一部所示之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解释，因为它在解释唯识30颂，这是释清论师的唯识30颂，所以它是一部所示之论。所以呢，述记呢，就是窥基大师所写的述记，就是能示之记。那述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根据就是过去跟随这些大师大德所听闻的这些传述，然后记录下来。那记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说记录下来。就是让它一一的分别这个记录下来的意思。所以这一部成唯识论述记，它的意思就是将玄奘大师他所说的内容将它记录下来，所以并不是所以成唯识论它的成为述记哦，就代表说这部书是完全根据玄奘大师他的可以说他的指示安排而撰写的，所以不是窥基大师他自己发明创作的这个著作。那另外刚刚记还有一个意思哦，它有一个就是避免忘记遗失的一个意思。再来呢，根据善珠所写的有一个序的释解释当中，就是将这一部成唯识论述记呢，这个序言可以分为7个段落。这里就不细说，是总之呢，第一个部分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在阐明的是这个佛陀他所证悟之理呢，是甚深难量的。再来第二段在说明的是世亲所造的这个30颂，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阐释这个佛经当中的唯心的这样的义理，所以这是序言中第2段的目的的意义。序言中的第3段是什么呢？是要阐明这个护法等等论师等等有10大论师、10大菩萨，他为了30颂造论的释义。再来第4段是在阐明呢，阐述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师他翻译的这个的译经有许多的非译再来第5个，玄奘大师所翻译的才最为正确。再来第6段说的是什么呢？是概说，就是简略的介绍一下成唯识论的论名。再来第7就是窥基大师他的自谦的一个叙述。那么这可以说就是窥基大师的他这个成唯识论述记这个7个段落的大意。那么今天主要会大概讲的是序言当中的第1段，其他几段有时间的话，应该是秋天有开课的话再讲解。所以首先看一下第1段。这是第1段。
大家同步堂步的，同步堂步的。那么，首先这第一段它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像前面说过的，它主要阐明的是佛陀他所证的这样的义理是甚深难量的。那我可能会念一遍这个中文，也是不容易念的。先深呼吸一口气。六位精微，知象义而全理，二天玄妙，借猛烈以探机。况乎非有非空，悉全遍于言体之外，不生不灭，觉名相于常寂之今。智觉迥照其中，将胜独真其载。无言之言封今，涛岁财而月旋，非有之有波腾，占悠张而海峻。匪主具体灵智，眼则勾深，则空性了义，几乎悉矣。大家听这是真大道题，真大道是啥呢？大家呢，第些，大家点点做的呢，三个我都写的，你录的三千八百个人吧，都是听的的是。大家日行真大的继续下写的呢。大同步堂步的这个同步其实嘛，许那什么参数？那么，首先第一段分段来讲解一下。这第一段里面，我们再分几个小段落。六位精微，知象义而全理，二天玄妙，借猛烈以探机啥的没得。大抵搞的点个大堂步的切以六位精微知象义而全理，那就看的时候的是呢。那首先这一句它要讲的是什么呢？以白话来说呢，就是中文当中呢有一个就是《周易》这样的一部著作。这个电视题哪了呢？写下边给。那白话就说呢，这个《周易》之道哦，那这个“道”字呢，要翻译成藏文呢，不是很容易翻译哦。那么就像是这个“法”这个字哦，也是有许多翻译。同样，“道”这个字也是有很多种意思的。有时候是代表这个实相、真理。总之呢，是有许多翻译的。总之呢，这里这个《易经》啊，这部《易》，它的阐述的这个道哦，虽然是很精微的，那也需要这个资取这个实义哦，来说明它的道理。也就是说，一般人也没有办法直接就了解这部《易经》当中的道理，也需要透过实义这样子来了解。
六爻之位下，得了快一点。六爻之位下，当然就再来六位呢，它这里指的呢是这个六爻之位哦。那么在唐朝林泰，他这位法师呢，他认为的是，就像这个上乾下坤，它就有这样的六化，或者上坎下离，它有六化。总之呢，这样就称为是六位。那总之呢，这样子的六爻之位啊，它的内容呢是非常，这个是时间很短，也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哦。总之，这样的内容是非常的极其精髓微妙的，所以呢，这里就称为叫做经纬哦。那么罗什县认为呢，就是在《周易》的这个前文言当中有说，有一个叫大明中始六位时辰，这里提到的六位哦，它在表明的是说呢，这个物哦是从始至终，一个事物从始至终的六个阶段。所以总之这里的六位哦，它指的是什么呢？它虽然就是借以六位经纬哦，它其实这里这一段并没有直接提到易经这样的词，但其实它指的呢就是易经之道，就是指易之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窃以六位经纬，它指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大家呢，听着个这个典选天里啊，这个光把的什么习决定就是啥，这个资产的，根本的资产的两把嘛浪费存大的。那么接着呢，就是资象义而权理，资呢就是取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要了解这样子的易经，这样子很深奥精妙的经典，所以为了要资取、领取里面的意思呢，就必须要透过象义。就是相传呢，孔子呢，他就做了十义这样的典籍，帮助我们明了这个易经的道理。那么十义这部典籍呢，也称为叫做易传。那传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就是对于这个经的一种解释。但这里的经跟就是所谓的佛经的经啊，这里是不一样的。这是指中国的这样子的著作的经典的经啊。所以中国古人说的这个易经啊，也常常会把这个易传也包含在里面的。孔子在下面个十义，那我打对哪了了呀？那么孔子写的这个十义是包括了什么呢？有这个彖传、象传，还有系辞传，还有月卦传，还有序卦传、杂卦传，还有文言传等等，有许多这样的文篇。
那么其中呢，由于这个彖词还有象词、系词，它又各分为上下两篇，所以通通呢，算起来是总共有10篇呢，所以叫做10义。这一句大实意思来的，提拿了呢，象辞下的，象辞下个来生效的是对。那其中呢，由于有一篇叫做象辞哦，象意，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就有一个词叫做象意的原因哦，就是因为这个10义当中呢，以这个象词为首啊，所以就以象为举例来说明其他的几篇哦。所以换句话说，义它可以说是一个总啊，象是一个别，它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总之呢，简单来说，在这一段里面啊，就是说自象意而全理哦，他要说的就是说，孔子所写的这个10义哦，这是据说是孔子所写的这个10义哦，它就是对于这个《易经》的一个解释，一个释文。就是对《易经》或者说《周易》哦这部经文所写的一个释文。那总之这一段主要是说中国古代这样子的周易，这样子的古代中国的经典啊，内容是非常的精微的，内容是十分精妙的。据说之后有翻译成这个藏文吧，那总之你很难看得懂。那总之这个你是很难哦，这个直接就看懂。所以叫窃以6位经纬。所以你要自象意而全理哦。所以需要透过像是透过孔子这样子的智者，他所写的10义，也就是对于这样子的周易这样子的一部释文，然后来说明它的义理，我们才可能了解其中的道理。那这是其中第一句的道理哦。再来第2句，2篇玄妙，借蒙列以探机。再来呢是说这一句是说什么呢？就说老子的有这样子应该是跟孔子同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有点像是个仙人，或者像我们藏传形容像一个成就者吧，这样来形容他。他有写了一部叫《道德经》，这也是很出名的一部著作。那么在藏文里面也有许多不同的译本。那总之呢，这部《道德经》呢，非常的出名。可以说是一部很重要的哲学的这个著作。那这部著作主要有2篇，
所以这里说二篇玄妙，它主要指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哦，它有二篇，所以指的就是《道德经》。所以二篇玄妙，它指的就是老子二篇，虽然非常的玄妙哦，所以借蒙列以探机。所以这里的蒙列指的就是还要借庄子、列子等等这些其他的这些智者，可以说诸子百家他们的解释，来帮助我们了解其中的关要，还有隐微之理。那庄子、列子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一些智者，他们并不是佛教徒，而是佛教之前的这些智者。总之呢，老子这个《道德经》简单来说，二篇呢，这里指的就是老子所写的《道德经》二篇。简单来说，这里的《道德经》的道之前面有讲到，有很多种解释，意义是很深刻的、很深的。但简单来说，这里灵泰法师，还有罗实宪，还有许多善诸，我们这里引他们的很多解释嘛。所以依据灵泰法师的他的一个解释这里他解释的时候，他说道的意思就是修行。那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修道成就了，所以叫道成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或者呢，依据这个善诸法师的解释呢，这里的道德的道是什么意思？道是本，然后德呢是末，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道的两个字呢，真的是有非常多深奥的这种解释的。所以这里说到二篇玄妙，所以就是说老子的《道德经》是非常玄妙的。所以玄妙呢是什么意思呢？所以玄妙可以说就是非常深奥的意思。玄呢就是很深远，妙呢就是很维系之极的意思。那这样的一个词，它主要是出自哪里呢？它就是出自于老子的他《道德经》当中的一个词，就是老子上篇里面有提到“无名天地之始，观其妙，常有寓矣，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就是有这样的一段。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教。此两者之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后面有这个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妙就是出自于这里的，所以窥基大师是引用到这里的玄妙。所以老子的这个《道德经》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哲学著作，不只是在中国哲学里面来说，在世界上来讲，影响是非常深远。所以总之，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要玄妙的著作要了解，所以是需要借很多的其他智者的注释，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比如说这里就提到有蒙列，蒙指的就是庄子，列指的就是列子。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很多的这些诸子百家当中的这些智者。那么举例来说，中国一部著作叫《史记》，那其中
其实并没有记载到列子，但是呢，在《庄子》这部著作里面是有多次提到这个列子的。那现在呢，还有留下这部列子这个著作是有2卷的，但是呢，现在的学者研究认为说，那是晋朝的人呢的一个伪传。所以之前呢谈到说，这个《易经》是很不容易了解的，就是指6位哦，就是指《易经》是很不容易了解的，需要透过孔子的这个十义哦，就是孔子的十义的论著解释才能够了解。同样老子所传的《道德经》呢，也是不容易了解，所以就需要透过这个庄子或列子的这样子的著作，帮助我们解释，帮助我们了解。所以这里是透过了一些窥基大师借由中国古代的一些可以说著名的著作来做一些比喻哦。下面看的用的叫什么？况乎非有非空，悉全遍于言体之外，不生不灭，觉名相于常寂之今。这是他第一次用的，他理解了。他第一个点对的看的是呢？那接着是这一句，那意思是什么呢？那这里非有非空，不是有也不是空，它这里所指的其实就是佛教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前面刚刚在讲的，无论是指这个易经也好，或者说这个再来孔子的这个十义，或者说老子的道德经，或者说猛烈的这个许多的解释也好，那么接着就到这里了，非有非空了，就是指佛教了。所以窥基大师就说到了，那佛教是什么呢？它就是非有非空，所以用这一句进入到佛教。所以灵泰就解释到，这个他的解释是说，非有非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大小乘都可以说是这个非有非空，但是这里呢，非有非空，它特别指的是这个中道的大乘的这个教法。那主要在这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遍计呢是指非有，然后依他起跟缘成实呢是指非空，所以它在这里指的是中道大乘之教，非有非空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他这里说非有非空是大乘之教哦？因为里面的非有，它指的就是遍计，就是非有，然后依他起跟缘成实是非空，所以这是灵泰法师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再来罗实宪的他的一个解释呢，
它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非有非空，它指的是圣义谛。那么，就是圣义谛呢，他认为圣义谛它有4重圣义，有4个层次。那这部分就不多说。那么他认为说，它是属于第4种。那这里是属于叫做第4，叫做废权弹指谛有。那总之这里是说有与空都可以言说，但圣义谛圣义谛不可说，所以这里称为这个非有非空。大抵嘅非有非空。总之这里说况乎非有非空，习全遍于言体之外所以非有非空这指的是佛教。再来习全遍于言体之外那么这一句在讲什么呢？那总之这是出自于哪里呢？这其实是借用的是庄子当中的一个说法。那庄子他也是中国古代的这样一个智者，他也并不是佛教里面一个智者，他是中国古代的总之在他的庄子外物篇里面就有提到权者所以在于得于而忘权，体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体。然后同样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有这样的一段话。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呢，用这个权这个权就竹字头一个权它指的是一个捕鱼的一种竹器就是用这种竹器呢，用权来这个捕鱼。那捕到了鱼之后呢，其实这个权就不需要了。然后再来呢，捕这个兔子需要用的一个东西叫做蹄。那么同样捕到了兔子之后，也就不需要这个蹄了。所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重点，就是无论我们读经也好，然后阅读经典也好，重点在于内容跟含义。所以如果我们抓到了其中的意义，那么诠释它所用的语言其实就不需要了，就可以舍弃了。因为这些所用的语言也好，它其实就是这里的这种所谓的权，所谓的题，指的就是这些是最后可以舍弃的，这是这里的意思。习全遍于言体之外下嘅彻底庄子嘅兄弟那样的兄弟。所以这句话它就是借了这个庄子的里面的说法。全遍于言体之外是第七。大家呢，听你们的不生不灭。再来第2句呢，叫做不生不灭，觉名相于常寂之经。接着这里说不生不灭，他在形容的就是这个真如实相。
为什么说叫不生不灭呢？因为这个真如呢，它是没有起始，也没有这个终止的。觉名相与常寂之经了，说常寂之经啥的。那接着后面一句叫常寂之经，它指的也是这个真如哦。那么真如呢，虽然是一切法的这个实体，但是呢，它的本性哦是暂即不变的，所以就称为叫常寂。再来经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实际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真如是诸法的本质哦。所以总之呢，这一段的意思，不生不灭，觉名相于常寂之经这半句哦，指的就是真如本身。所以总之哦，这一半句它的大意在说什么？就是说，总之最开始前面举了一些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些重要的经典，像是《周易》，要了解也需要孔子的实义辅助才能了解。再来像老子《道德经》，要了解也必须透过像是这个庄子、列子的解释才能够了解。接着就是像这些世间，就是跟佛教来相比较的话，那些是世间的典籍，那更何况是佛教了，尤其是大乘的这些教义，其中的圣义的义理，可以说是完全这个超越了语言文字的。点觉忙不进在吧了，点觉忙不进在，点觉忙不进在呢，第一个团的假些人这话当写吧了，所以其中的这种殊胜的法哦，其中的圣义是非常的幽深，可以说微隐的，是根本超越了这种概念和语言的。所以呢，这样的教法更需要通过无数的菩萨的这种造论，还有这种注释来解释和讲说的。原因就是这些大乘的教法，它超越文字语言，因为这些真如的本质哦，它是完全超越了这种我们说概念，还有相状，超越了语言的等等。对了嘛，矛盾区别呢？大地听到大地了，正觉迥照其中，将胜独真其载，无言之意，无言之言，风经涛岁财而月玄，非有之有波腾，占幽章而海峻，是那不的，大地对大地看的是那边呢？大当我的了智觉三说，智觉三的。这段里面呢，首先智觉它指的就是佛陀，因为这个觉呢，它是在唯识性圆满觉证，所以称为这个觉。
再来呢，迥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远的意思。再来这个照呢，就是明的意思。所以迥照就是可以说是远照。那它的意思就是一种洞明或者说洞察，然后有非常深远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能够知道很深远的、甚深的这些含义都能够明察，都能够洞察。那么再来，能够迥照其宗哦，这里的宗指的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就是崇哦，有崇高的崇的意思。它指代的意思就是所尊所主之法。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佛能够远照，然后洞察深远深邃的这种尊崇之法。再来是将胜，它指的就是有点像圣者的意思。敬胜，将胜就是敬胜哦，就是接近，对不对？不是圣者，将胜就是敬胜的意思。那像佛陀的话就是至圣，所以它是非常接近圣者的意思。如果像佛的话呢，就是至圣，所以菩萨呢就是将胜，所以这里呢，它指的就是菩萨。那这个词呢，将胜主要是源于这个《论语》。当时呢，里面这个子贡呢，这个赞美孔子的时候就说，其中就有一句说：“这个故天纵之将胜。”达到的《论语》上的兄弟那种样的样子。大这个团大让我怎么学呢？大也不是学模去了吧？这一团大让我怎么学呢？所以，总之这一句话大意是什么呢？就是佛能够可以说远照洞察这种远处的深邃的甚深的很尊贵的尊崇的佛法，然后菩萨，然后能够造论，然后能够辅佐弘扬这个佛教，扶扬佛教，就好像什么呢？宰辅这个辅助国王的这个宰相是一样的。所以说将胜独真其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过去的这些就像是菩萨论师也好，写了许多的这些论点，那么就像是能够辅佐宰辅这个国王的这个宰相是一样的。无眼之眼封经，陶岁残而月玄，啥的嘎说是呢？无眼之言，啥的嘎是绝对的绝把啥的。再来无言之言呢？它指的是大乘的佛法。它为什么说是无言之言呢？那么因为中道大乘的体性，它超越了这个语言呢，所以就称为这个无言。这为绝把它特别团的
但是呢，却还是必须经由这些经教，然后来讲说，才能够彰显他的义理，所以又称为有言。但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一切法它的自性是远离这个名言的，所以呢，各种这些经论呢，其实都是佛菩萨们为了诠释可以说是勉强可以做出的一种表达，假设出来的一个名言，并不能呢把它们执着为实有，所以将这些大乘的佛法称之为无言之言。大家呢，无言之言，封经下的，封经是来封下的，干的啥呢？弄了过吧。再来封呢，就是这里是一个比喻，然后经也叫做警警醒惊醒。那这里是做一个比喻这里是比喻这些经论呢教法，就像是风一样。就像是风的这样一个吹拂，一个兴起能够警醒、警觉这个众生，能够消除众生的这种昏昧，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好的，这里我们可能休息20分钟。好的，我们就接着刚刚的讲到的地方，这个无言之言封经的部分。无言之言封经，涛岁彩而月悬。接着涛岁彩而月悬，讲到这里。티브 쳔비기 우메니루 쥐바 탐제는 내가 말씀을 해. 쥐제데 까다 덴주기 다 세월 제구두산에 아나 까다 덴주 치 세월 제구두 엔델야 쥐제기 쥐바 제제 라브레스 단디 나로라 封经是哪个的封啥的？那这里呢是比喻呢，经论教法就像是风是一样的。那接着呢，有一个惊这个字，惊醒的惊。那在这里有一个学院叫做支那内学院。那就是这个序本有许多不同的版本，那主要我们这一次使用的是支那内学院呢教刊的这样一本。那在这里呢，它主要用的字是惊惊醒的惊，其他有的用的是警醒的警所以这里是说无言之言封经所以这里是将这些经论教法比喻是如同风。所以是说呢，佛说法还有菩萨造论呢，就如同风的这个兴起，能够惊醒警觉这个众生。
月旋涛下的卡的啥呢？那接着呢，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岁呢有很深远，彩呢就是文采。那主要这里是在形容经论中的这些声名呢、声，还有名，还有文句这些。所以这里是说佛陀的教言，还有过去祖师智者的这些论事阐述，就像风一样，能够令一切众生这个惊觉醒悟。然后这些经典注释论著，然后不仅是文采卓越啊，斐然成章，然后他们就能够可以说这个拨开云雾，就像拨云，然后见日见月这里说见月一样，所以就拨开了云雾，就让人们终于能够见得到这个天上的明月是一样的。所以众生也因为这些经论，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还有领悟到这些所有佛法当中隐藏深远的这些道理。非有之有，接着下一句，非有之有，波腾。这两句。非有之有，非有之有啥的，就给拿到了，还是越把门越把越把样门越把啥的个，全卡的动作是那，点把你的动作，那非有之有，它指的就是真俗二谛就是世俗谛、圣义谛这样的二谛。意思就是说，一切万法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执着那样的实有自性。但是呢，它也并不是像这个空中的花，或者说像兔子上的角一样了，这样完全不存在。因为如果说是有，或者说一定认为是空啊，这都是一种这种偏见。所以呢，经论当中说的这种有跟空，它并不是一般的这种有跟空，它是我们要理解成为一种非有之有，还有非空之空，要这样来理解。所以经论当中所提到的这种有跟空哦，并不是我们世俗一般认为的那种有跟空，是这种非有之有，还有非空之空，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接着呢，有两个字叫波腾，它指的就是诠释出这个真俗二谛的这种语言，叫做波腾。
接着这里下一句里面的战呢，它指的是沉默。再来幽章呢，是指深妙的文章。再来海，它就是大海，所以这里是一个比喻。它是比喻呢这个真如之理。这个峻呢，就是很深的意思。所以这一句它的大意是什么呢？就是各位的这些论师哦，他们可以说各抒己见的阐释出这些非有非空的这个真如的道理。那么他们诠释阐述的这个语言呢，那么就像是大海一般波涛汹涌，所以这里就是非有之有波腾哦，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就这一句话的大意。那其实这句话是很有画面的，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知道在海上啊，如果你看到海浪很大，其实你就知道那里的海水它一定是很深的。那如果说你的浪呢比较小，那一般来说那里的海水呢是比较浅的。所以呢，同样的这个道理，那有非常多这个在阐释唯识的这些教言，再看看这些教言呢，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佛法还有这些真如的道理哦，是非常的甚深难测的。那么这些道理呢，可以说是深藏在这些幽妙的文章当中，占幽章而海峻哦，所以深如大海，然后难以穷抵。所以如果不是靠这些论师的教法阐述哦，是不可能了解它真如的道理的。好，那么接着到下一句。非主具体灵智，眼则勾深，则空性了义，几乎悉。首先呢，这里的非呢，就是不是，就是非不是的意思。再来第二个主，它就是属，或者是著作，也有著的意思，著作的意思。那这里呢是属的意思哦。再来呢是具体灵智哦，有很多种解释。那在这里呢，一种解释，这个具体它指的是佛，
那因为呢，说佛呢，它具备了功德之体，所以称为叫具体。那么，但是依据善珠的解释呢，这里具体指的是世心菩萨。罗什县呢认为呢，这个具体它指的是无着。但其实呢，具体这个词它也是源自于这个孟子。接着呢，灵智指的是菩萨。那因为这个意思是灵境佛智，它的意思，所以解释为这个菩萨。那么罗什县的理解，它的解释呢说，这个智它解释成为无漏智，所以灵智，所以是指这个加行位菩萨临近于这个无漏智，所以它指的呢就是指世亲。再来呢是眼则勾身，这个眼呢就是说的意思，则呢就是妙中之妙的意思，勾呢就是取的意思，所以眼则勾身的意思它主要呢是出自于有一个著作叫《义系词》当中，其中叫探则索引，勾身致远，有这样的这个词这样的句子。所以眼则勾身，它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指无着、世亲等等这些论师，他们探索这个佛教幽泽深隐的这样的要义的要旨，然后造论弘扬。再来空性，它指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实相空性真如。那么了义可以说就是究竟的中道之意。所以这句话白话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仰仗依靠这些具体灵智的人，透过他们来探索还有汲取这些佛经的种种深远的道理，然后造论弘扬，进而开演宣讲佛教当中的这个妙中之妙，那么唯识的这些深妙的道理就无法被人了知，甚至弘扬。同样，那么空性了义的这个教法，也就这个差不多要衰灭或者说绝迹了。所以这里具体灵智我们再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所以根据灵泰的这个注释具体指的就是佛，刚刚有解释到，因为佛才具备了功德之体，灵智指的是菩萨。但罗什县认为呢，具体它指的是无着，灵智指的是世亲等等。所以这前面刚刚大概讲过了，有不同的一些说法。接着这里有提到几乎习矣，它指的最后一句，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在灵泰的这个注释中有提到，这个己它是有机要的意思，这个己也通这个机要的机再来是习，习是习心之处的意思，
所以几乎习矣，它的意思是说，中道大乘唯识的这个教义是极为关键重要，是习心之处的意思。那罗什县他的解释是说，这个几乎习矣呢，他认为是出自这个《义系词》这样的一个经典，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近乎熄灭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说空性了义的教法也就差不多要衰灭，要绝迹了。所以如果这里结合了这个灵泰还有罗什县他们两者的说法的话，就是说这一句近乎习矣是说大乘唯识的教法是最为关键重要的法教，是习心之处。如果不是这些圣者，也就是具体灵智之人，然后他们探取佛法的奥义，那么唯识的深妙的这些道理就没有人能够开演还有宣讲，那么进而也就没有办法被人们所了知，乃至说这个教法，也就是这样一个深深的唯识的这样的教法也就没有办法弘传。所以因此这样一个甚深空性了义的教法也就会慢慢的就近乎绝迹了，就衰灭了。那以上可以说大概就是第一段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内容。다 양gar 타마들이야 카르쇼에 디 tumbu thangbu digi jödön 디 양gar 좀 돌 뒤에 거는 사실 쉬나 sometimes。 所以我想最后呢，再做一次第一段的这个总结所以第一段，这是成唯识论述记的序言的有7段，那其中第一段是今天所讲到的，所以它的第一段总结的大意是什么呢？那第一段首先念一遍了，就是仿我现在念的：窃以6位经为资相义而全理，2篇玄妙，借蒙烈以谈机。况乎非有非空，悉全遍于言题之外，不生不灭，觉名相于常寂之经。智觉迥照其宗，将胜独真其在。无言之言风经，涛岁采而月悬，非有之有波腾，占幽章而海峻。非主具体灵智，眼则勾深，则空性了义，几乎习矣。那这一段的主要内容就是阐述佛陀所证之理甚深难量。白话大意就是说，无论是周易，就是易，还是老子道德经他们的学说都是万分的精深玄妙，所以需要像孔子等等这样的诸子百家，然后进行诠释，才能让人让我们探究其中的要领。所以可以说，这些世间的经典都是需要这样子才能够理解，更何况是非有非空、不生不灭的
真如妙法，就是佛法，它已经完全，尤其大乘的法，它已经完全超越了语言、象状和概念，自然就更需要通过这些无数菩萨的造论注释来解释和讲说。如果没有他们，那我们是更不可能了解这其中的深深的义理。那接着至尊就是至觉那么至尊佛陀，他能够洞察这些甚深尊崇之法，同时诸菩萨然后造论扶扬，然后作为辅助，就这样子。那么大乘的这些经论就像是风一样，将这个云雾呢吹散，使这些隐秘而又深远的佛法义理就像是明月当空，能够照亮，然后惊觉警醒一切的众生。而这个真俗二谛又深入大海，难以穷抵。而那些诠释它的这些言教，就好像是大海波涛一样的澎湃汹涌。所以，如果不是这些论师们的阐述和论议，我们呢也是不可能了解这些甚深难测的这些真如之理。所以都是仰仗了依靠佛陀还有诸佛菩萨，他们开演妙法，还有汲取这些经义然后也就是这样的习心之处，大乘最关要之法为是，也就是空性了义，才得以这个广传。不然的话，这些教法几乎就要消失绝迹了。这可以说就是序言中第一段的总结。那我想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课诵，然后好像有先曼达，然后我们就圆满这次的课程。以此功德，愿证佛自性，降伏烦恼怨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速脱轮回海。祈愿开演珍贵圣乘法，无所积聚一切众福善，回向一切众生皆得成圣乘妙法无垢珍宝器，有集一切祥瑞缘，能人教法常住世，持守佛教诸大德，祥瑞延世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浊度清冽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浊度清冽其长寿。诸佛
背心化身噶玛巴，诸佛事业总集噶玛巴，诸佛灌顶补处噶玛巴，无尽诸都清烈其长寿。上在瓦当举金小瓦当解说也让归些说话，给我就是大给介绍，他们这大给讲就是我，上在瓦当举金小瓦当解说也让归些说。给我就是大概介绍吧，他们这大概想知不见我。昨天北京出现没多长，这是不零些年的干巴的，上个星期没得表演，这个闹大兴。却把说我们过了人那们的康尼亚大亚美，年轻们这上坡的别别抢着让喇叭见面去。对son的些公巴大巴当西不人民主西不人民呢，南瓜两边着拿着我说。老妈公他们上了山的，就到古在人了山，吃了他心给了山的，老妈当着外面不心也了。今年路面公交早晚送开不了，看见广播见人谁计算着慢，过路别慢。说的说都他们下些工，马老们用说就不了经验了，你对着那么三十了老爸。济南中这边给经验，俺妈这边没学的样呢，啥路感觉那就不。早些是说老年没着子，解决没你们刚见着些。所有没着就亲戚把当开不了电脑，这边他妈说刚见中的女子人他。有多谢谢在年中给了姐妹的面面着他的给了相处什么人不。俺给年女子什么这平均强别什么当的年样培育的为的给把也。上个电报大概有年小早送叫啊，世界电白的空的给我早啊感觉，到时老早弄不了个月的，说的明白这不中有钱。晚点老妹下边电报单，看你们用了的给叫啊，大新马路操啥日讲。牛三个啥啷个把它说？啊说，大没事给要的呗，还送些呢，这给一个嘛了，没事一个嘛。我这可以送嘛，所以了。那是，大这个，俺那生意过去年他们的。好的，明天是边境法会最后一天。明天下午印度时间的是的。叫下去起的车个了呀？印度时间4点半会修持唱诵这个，会简略的修持噶举道歌海
个用过是个扩的贴的，但贴了呀，所以给个语恐怕那么中国开始加了嘛，就他可是所以给他还是推出了个不会加的多。主要的主体是米觉多节里面的这个噶举道歌里面的这个主体是米觉多节的那一段，所以总之是印度时间4点半开始，我也会参加。好，大概是这样。那么这次冬季边境课程上的我上课的时间呢比较短，那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时间呢给予这个尊贵的国师迦禅仁波切这个口传，所以我上课的时间就比较短，所以希望可能在秋天的时候再继续上课，因为如果不多上课的话，可能之后就上不完了。但是现在还不确定这个上课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子。谢谢。